喺香港飛無人機一定要避開禁飛限飛區，但禁飛區只係入門。香港真正好用嘅係一套可以按你業務需要去開嘅城市專屬圖層。Audendrome 嘅 Map Layers 將香港本地資訊變成開關，你做咩業務就開咩圖層，規劃更清楚，返工更少。咁點用呢？好簡單電，開地圖頁撳 Map Layers、Select Layers 就可以勾選圖層跌落地圖。咁我逐個同大家介紹下呢幾個圖層有咩用途。EEFZ 所有任務必開，先睇清邊界，再畫航線，合規底線穩住。Districts 巡檢、測繪、安防布點，同交付定位更快，溝通唔跑偏。OZP for Reference 選點、項目評估。智慧城市類任務多一層依據 ，Marine Park and Marine Reserve 海岸、離島生態類項目範圍一眼睇清 ，Land Post 市政設施巡檢、路燈杆資產類工作點更直觀 ，Lot Index Plan 地段每位置對照，施工周邊核對，查起上嚟更清楚。Drainage and Sewerage Network 排水每管網相關巡檢，現場判斷更順手。總結一句，先開 RFZ， 再按業務疊圖層，香港任務規劃真係快好多。留言 MAP， 我發 Audendrome 俾你，我係小歐，關注我睇多啲無人機嘅知識。